做了一个梦，那个梦境我就把它谱成曲子，一只蝴蝶，然后它被捕捉要被制作成标本的时候，然后就被一个植物学家给救活，因为他觉得它实在太美了，要杀生太就是不忍心，然后就set her free， 让它就自由。之后呢，那一只蝴蝶就很感恩，然后就跟万物之神就祷告说，我希望能够报恩，可不可以把我幻化成人形？就它就变成一个女儿之身，然后来到植物学家的旁边。那我觉得它就是一只为情所困、为爱所变的蝴蝶。那我觉得妈妈，她本来的身份是一个很单纯的钢琴家，那她后来为了父亲，然后为了家庭，就是无私奉献，然后她自己的人生的转变一直在成长。那从一个钢琴家到一个政府官员，我觉得妈妈就是为了家，然后为了国家，为了爱情，为了我们，全部就是无私的奉献。因为妈妈就是很军事化的教育啊，然后都会礼拜一到礼拜天早上几点到几点做什么事，她就是每个小时她的那个时程表都帮我们排好了。然后我记得每一天到最后你要写个政治标记，就是说你今天弹几个小时，然后他会给你一个礼拜总练琴时数，你没有达标的时候你要补给他。哦，所以你如果1到5很荒废的话，你6日你就别想活。所以他都有一个好像要做预算表一样的。好像是3年级吧，然后美术课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做美劳作业，然后就有快干胶，然后想说，所以我把手全部粘在一起，我就可以不用弹钢琴，回家不用练琴。于是我就用快干胶把10只手指头全部粘起来。就到这个结果当然是很悲惨，就送急诊室把它处理掉。所以小时候其实跟母亲其实还蛮冲突的。然后因为她既是老师又是母亲，那比如说你在学校如果受气还可以回去跟母亲这样子吐苦水啊，在家里完全没这个空间。其实我是跟他们讲，我会要求到小学6年级，因为那是基础的时候。然后你国中你可以自己选择，你不要学也可以。其实是到大学之后出国，就像脱缰野马才有选择的，不是小学6年级。吐槽一下。然后一直到出国之后，才开始体会到妈妈的用心良苦。然后现在自己也做老师，就是更能感受到一个做老师的期望跟辛劳这样子，所以后来现在反而很容易体会母亲当时的心情。因为母亲非常的严苛，其实我当初写这首曲子送给她的时候，她只有说所以要得到母亲的赞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就是因为她的标准很高，所以让我们也想要跟着进步。所以我觉得是一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。你要谢谢母亲这么坚持。